那从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108年到111年这4年的时间，已经投入了34亿余元来建设我们农村地区的农路跟水路，整个的经费大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西北地区，还有我们的大北门地区。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农水路的这个经费。从108年呢，我们农地重划区的市预算编列1.5亿，那到109年呢1.7亿，那再来110年呢1.9亿，那到111年呢就编了2.9亿，所以这个经费一直在增加，就表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农村，那也非常希望呢农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环境，那让他们的这个耕作生活都更加的便利跟舒适。这条啦，做得真正袂歹。拄啊，做咧，因为这条路我时常有当时自己行4-5届啦。前迄去做好，我咧甲看吼，这条路真正有照去讲爱做，就是讲有认真做啦。本来是破破烂烂吼，这都来管改善安尼吼，对这农民非常好啦。咧收割啦，路种啥，骑车也较安全啦。无这。咧做事拢一寡老人吼，骑车那个路歹，影会跋倒吼，较无方便啦。感谢市长。市政府给咱做这样的水的路了。那我们今年呢，111年我们还要投入我们西港14这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这个改善。那么总改善的面积大概呢会有500公顷，那总投入的经费呢会有4700多万。那我们会改善15条的农路，15条的水路，那总长度大概有7400多公尺，而且呢还会做200座的耕作板桥。那这个地方呢，他们种植水稻、胡麻，所以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改善完了之后呢，会对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西港哈，西港也是台南的一个农村的地方。那农路是农民这个很多农产品进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地方原来只有2.9米的宽度要会车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4.9米，增加到4.9米的宽度，将近5公尺。那会车也很容易，尤其农机进出也很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本来的水沟都是 V 型沟，很容易崩塌。现在改成 U 型沟之后，不但排水量增加，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沟更加稳固，那不容易崩塌。因此呢，我想说，改善农民的农路，就是改善农村的高速公路，让农民能够容易的在这边不管从事生产，不管进出，不管开车，不管骑车，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施政项目。这个是今个欢收看8月22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长参选人尚永丰今日举办平反228行动，并且为民权路证明为台独家正式挂牌。会中尚永丰相当的激动，伊强调查某人爱做小代志，免惊台独的名义无看无钱，伊就是坚持来选市长，用专业治理城市。在台湾民主运动历史当中，参像张灿宏等侪参与者，因为拢住伫台南市民权路，所以这嘛被称作台独家。对此，台南市长参选人尚永丰的竞选办公室设伫上马新纪念馆，嘛伫8月22日这天挂满新国家新宪法。梦想台湾国定彩旗，盛大举办平反228挂牌台独家1号。会中有退休的牧师，有电台主持人，有赞助台独旗的乡亲，大家拢做伙伫门牌顶面签名。团队强调，今日无贵宾，所有来台湾人上大，由参选人尚永丰甲前建国党主席郑邦定共同揭牌，来献护为台湾民主牺牲的历史。是为台湾人而接的，因为100年前大家就是缺这一步，
75年前，其实就像现在香港的时代革命一样，大家也缺这一步。但是后来就228，后来就白色恐怖，后来就变成了绿色革命，然后现在又进行到一种很无力感的恐怖。所以我是为大家而接，我其实觉得我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开心，我只有觉得无力者就像我一样，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人，但是我们却要站到台面上去面对所有人，去做这件事情。我只能觉得我很勇敢，也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勇敢，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新宪法跟新国家一起来努力。今日听到讲，为着这个228，为着台湾独立，为着民权路要争做台独家，这是非常使人有精神的一个话题。咱唔通想讲，拄啊讲男人干大事，女人做小事。我想这句话呢是爱甲228的平反同款，爱颠倒转来讲。1箍唔是100箍的囝，1箍是100箍的老爸。有1箍扣做伙，才会生出100箍。100箍是扣1箍生出来。所以咱台南就是这个西拉雅的族群的地区，西拉雅的妇女因有一句话，讲迄查甫人粗骹动手，正经重要的代志，哪通互因决定啊？这句话会当来成做拄则这个上小姐候选人伊的话的注解。男人干大事，拢咧创选票，真正咧顾命根的，实在是咱的妇女。小凤也未接受采访进前，就真激动。伊讲查某人要做小代志，查甫人要干大代志，来讽刺男性政治人物拼选举摇来摇去。伊要做的是抢救七股气温，专业都市规划等认同土地代志。其中出名的光雕艺术家陈永成嘛，因为认同台湾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协助义务完成这件平反228的动态作品。大家都说228，嘿，那今天是822，所以我们有一个艺术家特别贡献了他的智慧，他是一个会旋转的公共艺术，欢迎大家来转228。从今天822，我们把它转成228，让大家重新再去了解228。他们不是受难者，他们其实是很有意思，要牺牲一切来为了台湾，就是台湾的名字。已经花3档的台独家参选人用挂牌、用具体行动要号召支持台独的民众拢站出来。会中总统府主政姚嘉文嘛以录影方式来小听。竞选团队表示，只要你认同台独家的门牌，欢迎自由乐观，甲地址来上马县纪念馆拢会替你定做。希望台独理念遍地开花。台南新闻军纪林根采访报道。将近100档历史的市电古迹站门口大泽桥，因为年久受损，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开2档月来进行修复工程。今年5月已经完工，目前正在验收当中。市长吴美婷嘛前往现场关心修复状况。市电古迹嘉南大圳站门口大泽桥，伫昭和4年完工。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当中规模上大的一座输水大泽桥，对农业、交通以及经济发展拢有重要的贡献。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费时2档月进行桥体甲桥墩修复工程，伫今年5月竣工，目前正伫咧验收当中。台南市长黄伟体关心修复工程的状况，亲自前往视察，检视工程的品质。这个渡槽桥这个部分是原来的台一线省道，那已经有93年的历史，从1929到现在2022，已经93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这个整修特别具有文化上、实际上还有观光上的观旅上的意义。这摆修复工程总经费达5200万，其中文化部补助3640万，将对桥梁歹去的零件进行替换。
以及桥面甲两边护栏进行修复，并将桥墩补强，强化桥梁的稳定。完成了后，不只会当带动地方休闲，嘛希望成为一个新的观光景点。那也希望说，我们经过整修之后，这里成为另外一个打卡新景点。尤其这里看，夕阳夕照哈，很漂亮哈。那也希望说大家来看这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景点。我嘛是拢呼吁介济阮成化区的里面吼拢有来迄个做这个休闲的运动吼所以呢，这带动地方是真好吼，而且呢嘛是会当带动观光。文化资产管理处指出，工程拢是以原貌修复，并结合周边已经完成的景观工程，提供民众前来探访，共同了解嘉南大圳的故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现在消息愈来愈多，根本唔知影什么是真的也是假，所以中嘉宽频三观王相主车团队甲新老朋友持续合作，阵容担起小东里社区，甲长辈用真济早前的软体来分别错误医疗消息，嘛避免受到负面的影响。假讯息越来越多，长辈们看到吸睛或是夸大的讯息就会转传出去，而这些资讯往往都是错误的假讯息。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医疗资讯满天飞，许多长辈都会误信误判。为此，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与兴隆医院前往台南市小东里社区，教导长辈们如何辨识假讯息。借由这一次我们的中嘉宽频还有我们兴隆医院来合办这一次的媒体识读。这媒体识读我觉得非常重要，可以让长辈可以了解到这些从LINE里面或脸书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一些消息可以让他们增加他们去判别不要去误传或者误按一些网页的连结以及一些错误的资讯。现在资讯都很发达，所以其实社区的长者都可以从 LINE 或是说一些电脑的部分去看到我们的一些资讯。那其实很多资讯都是不对的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特地跟中嘉宽频还有我们的小东里的办公处一起来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识读的部分，希望能够让你们有一个正确的知识，然后不会去受骗。课程内容丰富又有趣，包含了辨识错误的医疗资讯，以及辨别真假新闻之外，更透过与长辈互动，教导他们辨识社群软体上的假粉专，同时也分享了专门查核假讯息的手机软体。现场更教导长辈如何使用，而长辈们也很认真的学习，请教里长以及讲师如何使用，让长辈们收获满满。当我们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要先听听看，想一想之后，不要随着这个对方说叫你按赞转传，你就真的做了这种事情。这课程的话，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在我们媒体上面来了解真假消息如何去辨别。这个讲座可以常常办，然后你们中嘉宽频也可以常常到各社区去办，不止到我们小东里，这样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现在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人手都有一只手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能辨别错误的假讯息？尤其长辈都会被社群软体内所传出的假讯息所误导，往往都需要里长来协助判别，甚至错误的医疗资讯也会造成医院的困扰。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也会持续举办媒体识读的课程，让假讯息无所遁形。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
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经济信息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个也是一头到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根据了解，淡市运动舞蹈委员会伫这位资深舞蹈老师的努力，现在伫中南部的舞蹈团体已经是规模上大，会员突破700人。该会除了推广运动舞蹈，互介意跳舞的民众交流，嘛培训优秀的选手。20号，该会以联欢参舞会形式来庆祝28周年庆，同时举办市长杯舞蹈观摩赛。场面闹热滚滚。淡市运动舞蹈委员会今年已经成立28档，每一档所有会员拢会透过拉丁、民族、探戈，起来是华尔兹等无同的舞蹈来交流，用联欢参舞会形式来庆祝周年。同时嘛以市长杯舞蹈观摩赛来展现舞艺，相当精彩。会中市长委贴嘛高调祝贺甲所有会员请安，同时亲切甲大家翕相留念，表现相当温馨。
对单次运动舞蹈委员会来讲，透过各种活动机会，除了用舞蹈来推广健康的全民运动，和爱跳舞的民众有空间、有素质来练习，办比赛来求进步，和会员数一档一档增加以外，同时嘛栽培真侪优秀的选手，尤其112年单次将主办全运会，委员会的推派12队选手来代表参加。我们要推广全民运动哈，我们也有选手要代表台南市到嘉义去参加哈。那晚上呢，他们都有莅临的很辛苦的指导老师呢，有来给我们指导哈。那我们的选手，我希望呢，我们台南市民呢，跟我们的运动舞蹈委员会这边的选手呢，能够给他们加油支持。会中副主委陈最豪嘛赞助选手过现金10万块，希望替单次竞逐公赢。同时，所有委员干部嘛出面感谢所有会员的参与和大会闹热滚滚。台南新闻编辑蔡兴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民众已经将近3档无出国，就算国境开放，不过出国旅游成本嘛增加不少。所以对着韩国币来讲，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今年一度的韩国美食展，对今仔开始到8月30号，伫台南大运动百货顶场，各种的美食伴手礼应有尽有，要互你一摆买好够。因为韩国烘焙专台造成韩流，所以大运动百货看准商机，每一档配合中秋节庆，拢会引进韩国流行的商品。该百货专台第2波伫台南的巡回展售，包括有韩国网络评比第1名热销的炸酱面，也佫有咸的松露等各种的新口味，以及各种经典泡菜组合。现场甚至有直接用青葱来包，等待你来试食。相信对着韩币来讲，有机会一摆看到韩国各种的美食伴手礼，一定是大大满足。今天就来韩国展啊，然后现场有蛮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然后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炸酱面啊，所以我来这边试吃，它口味真的还不错。对，然后最近中秋节也快到了，我也是想买一些泡菜啊，那泡菜可以加烤肉。然后还有那个清酒，这样是蛮不错的组合，这样子。疫情关系，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去采买，这次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韩国。那这次我们特别邀请这个韩国厂商呢，除了现做泡菜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韩国的道地的一个美食跟伴手礼。那我们除了这个伴手礼之外呢，我们还有现场还有一个邀请这个金大卫的一个连锁餐厅现场来做一个可以现场做烤肉烤食的动作，那也非常的特别。展示活动一直到8月30号，百货都要推出韩国的好料，嘛这出消费满999块就送好礼，以及单笔消费满599块也可以当抽奖，有机会抽到6000块的商品券。台南新闻编辑蔡兴报道。高雄市青年局为了培养优质的青年创业团队，特别举办竞选活动。竞选的团队将伫高雄黄金地段的办公室享受半档免租金的好康，而且青年局也提供创业咨询辅导等资源，欢迎青年团体踊跃报名。万平公园绿地景观就在眼前，这间办公室是青创局创意逐梦潮甄选活动提供的大奖。青年局这次呢办的这个是创意逐梦潮的活动，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空间给那个青创事业他们来进驻来使用。那我们这边呢选的地点呢是在中央公园捷运站一个很好的黄金地段，然后呢有8楼的挑高的梦幻景观，可以远眺中央公园。青创团队通常资金不多，办公室租金成本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固定开销。其实有一些固定费用的开销啊，这部分是市政府这边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减轻这个负担。青年局这次透过甄选计划发掘优秀的青创团队，不但提供免费办公室，还把家具都准备好，让获选者带一台笔电就能立即开展创业梦。
因为这边也临近新崛江啊或亚湾地区啊，那等于是希望一些比较创意的或文创的产业都可以进驻这样。高雄玉竹商圈曾是深受许多年轻人喜爱的逛街圣地，今年随着商圈转移，加上疫情影响，盛况不再。青年局透过吸引新产业进驻，也期望能为商圈带进新活力。记者潘志光、苏瑜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2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